一条咱要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箴言21章28節，以及箴言18章13節。講白菜的人會見證，毋值得信；後仔細聽人講話的人會發言，的確受到尊重。第二位的聖經箴言18章13節，未聽的大聲就應，這是伊的語講甲見識。上帝話到這，願上帝祝福聽伊的話，照安尼去行的人。即條咱要來領受上帝予咱的信息。咱所見聽蔡主任牧師要開聽的信息是木心系列第28講，仔細聽，仔細聽，請咱恭敬來領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師要甲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叫做仔細聽，就是傾聽。咱常常攏咧講溝通，溝通決定是愛講真濟話，但是其實咱知影，溝通毋是單單講適當的話，上界重要地講，咱愛聽對方講啥物話，這是真實的溝通。其實這對咱來講是一個真重要的操練，因為咱知影過去咱咧講來教會禮拜，過去攏稱做聽道理，對無？來教會聽道理。其實當然，為什麼即擺改做禮拜？因為咱知影禮拜中間毋是干那聽道理爾，咱禮拜中間有學老，有敬拜，有感謝，有認罪，等等這個聽書。但是聽道理其實是禮拜中間真重要的一個焦點。所以因為咱長老教會是用上帝話做中心，所以聽探上帝的道理，也是咱愛做的一個真好的操練。所以咱今仔日咧聽，來學習這個功課，要領受上帝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阮懇求你賜福保守看顧阮，互阮有安靜的心，佇你的面前聽候你的話。懇求主，你透過你的話，閣一遍來更新改變阮的生命，互阮會當真實了解你的計劃、你的心意，然後照安尼去行來領受福氣。懇求主幫助阮，安尼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咱今日講這個聽其實我講話有兩種意義一種是聽別人講話一種是聽上帝話這攏是咱愛做的真重要的操練因為其實咱愛理解來講，咱其實是活點佇一個無要聽的世代因為真濟人攏愛發表伊的意見但是卻真少人願意真認真去聽譬如講，咱知影，如果若到這選舉的時陣，總是聽到這候選人攏講愛強調愛聽百姓的聲音，愛聽人民的聲音，然後批評對手講，你攏無要尊重人民的聲音，無要聽人民的聲音。實際上，其實咱若發現大多數的政治人物攏真愛講家己的想法互對方聽，無願意聽別人的講法所以這就毋是一個真好的溝通。其實做一個牧者我有一個真重要的工作，就是甲真濟兄弟姊妹拄着困難拄着袂當解決的問題，會甲牧師來協談來講話其實佇即個甲教會中間的真濟兄弟姊妹分享的過程中間，我攏感覺一點，就是真濟人攏表達講，其實伊身軀邊伊聽的人來講，聽伊的人攏無人要聽伊講話。有真濟囡仔來找牧師，伊講伊的父母攏全部攏無咧聽伊講話啦，無要聽伊講伊的心聲，所以伊心中的痛苦無人了解。嘛有真濟做父母的來找我，講伊的囡仔無要聽伊講話，攏無要聽伊的話啦，攏要照家己的意思做啦無論囡仔的學業，無論囡仔的前途，無論囡仔的婚姻，攏無要聽父母的意見。所以無論倒一方面，攏咧埋怨，無人要聽因講話。咱咧理解，若無聽造成人甲人中間的隔閡，會互人甲人的關係疏離。所以，這個世代人確實需要別人聽伊講話，
嘛需要学习安怎去听别人讲话。我拄则有讲过吼，要沟通吼，其实咱沟通有一个互动吼。沟通就是讲咱想讲，咧沟通是要准备来来讲咱家己的感觉甲想法吼。咱拢认为安尼是沟通，所以咱就一直讲一直讲，结果沟通嘛是无好。随上拄好倒变。如果你若要做有效的沟通，上界悬的基卡就是爱去听吼。当你若详细听对方真正意思甲想法了，然后互伊有适当的回应，这才是有效的沟通。虽然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吼，箴言21章的28节吼，这后壁段吼，但咱讲，我感觉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伊讲，咬注心听，吼，伊的发言的确受到尊重，吼。所以咱若要讲的话吼，会去互对方尊重，会互对方接纳。其实真重要就是讲，咱爱先听啦，听了咱回应的。对方才会当认可甲尊重，咱若愿意去听咱所讲的话，才有说服力。所以咱来学习吼。其实一般来讲吼，照结果来看吼，听会当分几个层次吼。第一个层次就是讲有听没有到，有听到，但是根本都无心嘛，无心吼。人讲心不在焉，毋知咧讲啥物货，所以毋知对方咧讲啥物货吼。其实吼。就是讲听的人完全无去留心讲的人所讲的话，吼，囝咧听，其实无咧听啦，吼，心内想其他的代志，还是讲伊咧讲的时阵，咱就想讲要辩解，吼，这咱拢有经验嘛，咱过去伫学校咧上课的时阵，有时阵老师讲真济对无？咱家己毋知咧想啥物事，想对外口去吼。老师咧讲啥，咱拢无注心来听。其实吼，咱每个人拢会犯即个毛病啦吼。比如有时阵吼，我若个咧想代志吼，比如厝内底咧想代志吼，要出门的时阵，牧师娘若交代我啥物代志吼，譬如讲伊拢交代我去买啥物物件，我通常买倒来拢会毋对吼。譬如讲要买牛奶啦，要做豆奶吼，要买豆腐，有来买豆奶吼。说不是买豆奶等于吼，无注心咧听啦，吼，无心啦，吼，所以就造成这误解，吼，所以牧师娘不是咧甲阮查某囝讲吼，伊今日交代我买啥物物件吼，100%我一定买毋对的吼，所以吼有时阵就是有听没有到啦，吼，圣经大人讲吼，讲你毋通讲话互牛郎人听吼，因为伊表示智慧人的言语吼，所以你若要做一个牛郎人，你就是无心听人讲话吼。别人对你讲智慧的言语，你嘛无法度接纳，所以这是上歹的会听，吼，上歹的会听，所以第二项吼，较好一点嘛，就是讲吼，听到但是吼，因为无一个回应，所以去误解对方的讲法，吼，听到了误解对方的意思，虽然有听到，但是别人讲东，你想做西，吼，所以是讲有一寡人吼，伊选择伊家己爱听，家己无爱听，拢无要听，吼，所以这嘛无好，吼，前一阵看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头家吼，过年了，看到一个员工来吼，就添2000块，互这员工讲加油吼，这员工心内足欢喜，讲头家吼添2000块来奖励吼，讲来加油啦吼。结果到下晡的时阵，接到老头家电话来骂讲吼，我叫你来我车加油，你去无来加油，害我驶到一半无油吼。所以吼，误解啊，但是因为拢无沟通，尔听尔，就误解对方的意思吼。所以听到误解，这嘛真凄惨吼。第三种是较好淡薄，就是听到了，咱会当了解，吼，用心听对方所表达的意思，会当体会对方想要表达的，吼。但是若到这为止，无甲对方有一个交流甲互动，这种听嘛无完全，因为听的人完全无回应。讲的人嘛无明白，听的人告诉是种了解，吼。这我逐礼拜拢会经历，因为我大概讲互大家吼，我毋知大家听有无，吼，因为拢无啥物特别的回应嘛，吼。所以吼，我总是袂当去检查讲你有认真抄嘛，吼。所以吼，这我逐礼拜拢会说服家己，相信讲大家拢听有，吼，听到袂当。会当了解吼，但是就是拢无回应。最后一种就是讲听到了，咱会当有一个回应吼。
啊，上介好的注心听的人，就是用心去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也让用适当的方式来回应。啊，这是上介好，吼，的一种倾听者。啊，所以牧师下面有5项建议，咱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吼，第一项，首先咱来学习用什么款的态度去听啦。吼，咱先来看一段经文。吼，这伫雅各书的第1章19节的后壁段，头前段。吼，伊讲恁逐人爱快快听，慢慢讲，慢慢生气。吼，啊，这段经文吼，逐咱讲要做一个真好的倾听者。吼，爱学习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爱专注啦，爱注心。吼，咱看到这段经文，咱讲爱快快听，快快听是啥物意思？吼，咱一般来讲，你该紧紧讲嘛，无讲快快，讲紧紧听嘛。吼，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讲，吼，你要有一种较无自信的态度，你真兴奋去期待对方赶紧讲话。吼，啊，这款吼会互迄个讲话的人有一个信心，讲啊，这个人真正足自信咧听。吼，啊，如果你若甲一个人讲话吼，伊安尼啊四围咧看，根本就无咧详细听，啊，根目神无咧看你，吼，也就是讲啊，一直看手表，一直看手机啊，你一定感觉讲啊，这个人无咧自信听。所以圣经人讲，你爱快快听，意思讲你爱自信咧听这个人讲话，吼，目睭看伊，啊，期待讲伊赶紧将伊心思来表达出来，吼，这是真重要。啊，然后慢慢讲，吼，这是咱讲吼，慢慢讲就是讲，咱唔通马上回应，吼，咱互这个人讲好了，因为当一个人咧讲话的时阵，你就袂当听嘛，吼，你若咧讲话的时阵，你就袂当听别人讲啥物话嘛，吼。啊，所以咱着爱较慢讲，互伊会当完全表达出来，咱才互伊回应。吼，所以第一项就是爱专注，第二项，你的心着爱静落来，爱平静啦。吼，圣经中简单讲吼，爱慢慢生气。吼，慢慢生气就讲一个平静的态度，会当互你领受较济，听了更较清楚。吼，因为当咱咧生气，还是咱咧艰苦，咱苦毒咧怨愤的时阵。其实咱拢袂当听见上侪物件，吼，咱知影生气是一种阻碍，是情绪顶面的阻碍，互咱无法度真实去听着别人，吼。所以真侪人来找牧师讲话，伊可能真伤心，爱讲真愤怒、真生气。啊，即款的人，我通常会互伊情绪发泄一下，吼，啊，互伊讲较济，吼，因为迄个时阵吼，我若来苦劝吼，伊若听袂落去啦。因为一个生气的人，一个哀伤的人，伊无法度听你苦劝的话嘛，得陪伫边啊。吼，顶回咱咧讲伤心的时阵就讲过啊。面对一个伤心的人，你毋通先来苦劝真侪话啊，因为听袂落去嘛。吼，相反，面对一个咧生气的人嘛是相共。吼，所以爱专注，爱平静。啊，根据这2个原则吼，牧师有4项建议。吼，第一项就是讲吼，咱咧听人讲话的时阵吼。咱毋通人拍断话啦，吼！你毋免先要着急要表达家己的意见，先互对方将话讲了，咱才回应，吼！有个人做爱讲话时阵，做爱插话，吼！无要互伊讲了，啊，要你互伊讲了，你的回应无路用嘛，吼！所以这种习惯无好，就是讲毋通插话，吼！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咱讲啦，还未先听就抢要回答的，就是愚妄甲见笑。这圣经内面明明咱指示讲，你爱先听好，全盘拢听好清楚了，你才互伊适当的回应，吼，毋通拍断话，吼。啊，第2项吼，对甲咱讲话的人吼，咱毋通心存偏见，吼。咱甲人沟通的时阵，毋通对这个人有偏见，吼。咱认为讲啊，伊一定会安怎想法，啊，伊讲伊一定安怎做法，吼。咱毋通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安尼，啊，若无会限制你听的内容。吼，啊，甲你做个判断，吼，啊，若对人毋通心存偏见，吼，对代志你就毋通有设立场，吼，伫咧沟通的过程中间，吼，其实有真侪代志是会当讨论的，吼，啊，当然除了真理以外，吼，我甲真理抵触的部分，咱着爱纠正，但总是吼，有真侪代志会当讨论的时阵，咱毋通有设立场啦，吼，咱通常伫
咧拍开电视咧看这政论节目吼，其实咱看见着真侪人拢有设立场啊，都无法度对话啊，就根本就沟通无路用嘛吼。所以观念上，咱毋通有设立场吼，若有设立场就真困难甲对方讲话吼。第四项就是讲情绪毋通失控，吼，咱拄则讲心情爱安静落来吼，因为你若生气、伤心。过头的时阵，你拢无法度听别人讲话嘛，吼，所以你爱控制你的情绪，吼。所以咱根据拄则所讲的专注甲心情，咱得到这4项，吼，实际上咧运用，吼，完成，吼，毋通拍断话，毋通对人毋通心存偏见，吼，对代志毋通有设立场，互咱控制咱的情绪，毋通失去控制，吼，这是咱会当学习的，吼，第一项物件。然后第2项，咱诚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吼，咱爱对讲的人有一寡适当的回应吼。伫听的过程中间，当伊咧讲因心内的代志的时阵，你爱甲伊有一个互动吼，互伊对方感觉讲咱真心咧听伊讲话吼。无你若点吼，有时阵伊咧讲的时阵吼，伊咧讲的时阵，就感觉讲袂落，因为你拢无回应嘛，毋知你听有无听无吼。所以咱适当互伊一寡回应吼。这回应毋是讲要互伊啥物款的建议哦吼，是要互伊知影咱真认真咧听，咱真重视伊所讲的，帮助伊将内心的情绪来表达出来。这款是真好的倾听者吼。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经验嘛吼，甲大家分享吼。我会记我读大学的时阵吼，我住伫台南学生中心吼，迄阵拢2个人住一间吼，困顶下铺吼，我有一个学长甲我做伙住吼，有一天伊心情无好吼，我知影伊讲伊可能失恋啦吼，伊迄暝暗时就困无啥去，一直要甲我讲话，讲伊心内艰苦的代志吼，我当然是真愿意听吼，但是心神愿意就体乱了吼，所以吼。讲真话吼，我就讲无咱先倒伫门床顶讲，伊困顶铺，我困下铺嘛吼，我就头起来应安尼我知安尼，到尾拢困去，困去佫讲出来啊吼，伊足生气哦，迄个伊足生气，拢对顶铺落来吼，叫我立正站好，听伊讲话吼，所以吼，你若无去适当的回应吼，听的人讲的人伊就心肝就感觉毋知你到底有听无。所以咱有一个互动吼，这种互动吼，其实是包含肢体甲言语顶面的吼。咱会当对伊点头，表示讲咱了解伊的心情。咱可以问伊，你拄着即款的情形，你有啥物款的感觉？用安尼咱嘛问讲你讲的到底敢是即个意思？中互伊所讲的，互伊利用安尼去，互咱本身了解讲咱接受的敢是伊真正的意思。这种互动会当互咱甲讲，互甲咱讲话的人吼，更较愿意发表伊的意见吼。所以吼，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敖听的人吼，敖听的人，然后伊的发言会受尊重。咱真认真来听，有一个回应，互即个讲话的人知影咱真心咧接受伊所讲的吼。然后咱了后，互伊的意见，伊就会尊重。所以这是真重要。第2项就是有一个互动回应吼。第3步就是咱来同理伊的感受啦吼。这第3步嘛真重要吼。咱学习同理心的功课吼，带着理解对方的心去体会对方的感觉，去感受对方的伊本身的感受吼。咱会当设迄个立场来讲，我若徛踮伫伊即款的情形下面，我会啥物款的想法？如果我若是这个人，伊即马拄着即款的困难，我本身会有啥物款的反应？咱借着安尼去体会，就是圣经逐咱讲的吼，爱甲喜乐的人当喜乐，甲啼哭的人当啼哭，这是真重要。你爱互伊理解讲，你是徛踮伫伊的立场咧想这个代志，但是伫同理感受的过程中间，咱有2点爱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同理不一定是同意。同理并毋是完全同意伊的看法，咱知影来找咱讲代志的人，伊可能真愤怒、真忧伤。这人若真生气、真忧伤的时阵，伊所讲的话无一定是
真理性，吼，伊的想法嘛无一定真正确，伊可能有真侪负面的想法，吼，啊，你毋是要同意伊的看法，吼，是要了解伊的心啦，所以同理毋是表示同意，吼，啊，所以你毋通一直点头，伊若讲啥话，讲伊要安怎要报仇啊，是安怎，你往点头啊，叫伊真正安尼去做，吼。同理毋是完全同意，吼，你是了解伊的心境，吼，啊，适当甲伊一寡回应，吼。啊，第二项，同理无需要过度，吼。有人来讲伊伤心的代志，啊，叫你哭啊比迄较艰苦，啊，伊就来安慰你，吼。同理是徛在伫对方的情境去体会伊的感受，吼。啊，所以同理心的功课是咱听的人爱去学习的一件代志，吼。啊，第四项，这个较重要。吼，但一般人通常会袂记进。第四项就是咱爱需要信心在咱引出啦，吼。伫听的过程中间，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吼。因为咱人拢是有限，咱的理解、咱的想法、咱的判断，拢有可能错误，吼。所以咱真需要信心，互咱有理解力。所以咱着咧甲别人讲真重要的代志，咱着爱借着祈祷，求信心来广照甲帮助咱。互咱会当做适当的回应，爱互伊也得到帮助。有时阵吼，信心会修正咱所听到的物件。有的人讲出来话，甲伊心中所想的无一定完全相共。吼，啊，所以你求信心来帮助你，互你做正确的判断，吼，来改变你应原有的态度甲反应。吼，所以借着祈祷来听信心的声音，吼，求信心来帮助咱会当做正确的对话。啊，其实我家己伫做牧者的生涯中间吼，其实有几若遍我真是感觉讲，咱若无靠信心的引带，无靠上帝的帮助，真困难去进入别人的心境中间，真正了解伊的想法。吼，有的人吼拄着困难，伊所讲的吼，其实是伊心中所无愿意的。吼，有的人伊所表达的。无一定真正对家己真好，所以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互咱有迄个智慧，会通理解咱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帮助伊。啊，所以这圣神的引带真重要，因为圣神会当参透万事，吼。圣神了解咱所有人拄着真实的困难，吼，咱才当了解伊真正的问题，吼，这是咱爱学习的一个功课。特别是咱伫小组咧分享的过程中间，是讲个人甲人咧协谈的中间，我感觉这点真重要。有时阵吼，咱人用咱有限的智慧要去帮助一个人，实在是太困难了。求上帝在这过程中间帮助。有时咱用真侪人的话咧鼓励一个人，不如咱真实替伊祈祷。这是咱来学习的一个功课。最后。听了后，咱就爱有适当的回应，吼。伫所有沟通的技巧中间，回应吼是会当互人感觉满足的技巧。吼，即款的听，自信听，会让人感觉真快活，吼，因为伊是充满听心甲尊重。咱若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吼，伊会知影你真心咧听伊的话，而且徛伫个立场咧替伊想。啊，但是伫回应的中间，咱要注意的是。咱会当为伊分析伊所拄着的问题，所产生可能的结果，但是绝对毋是要替伊做决定，吼。你会当分析讲啊，你若做即款的决定，你会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啊，若做另外一个款的决定，啊，第二种决定你会拄着什么款的效果甲问题？啊，做第三种决定，你有可能会安怎？吼，你会当帮伊分析，但是你毋通讲啊，你爱做一个决定吼，你因为伊家己的问题，伊爱家己做决定，伊爱家己负责任。咱来帮助伊看清楚伊所面对的，互伊家己做正确的决定。啊，当然在做决定的中间，咱鼓励伊透过祈祷求上帝的心意。好，这是咱一个适当的回应，会当帮助对方，好做比较较正确的判断。好，啊，伫遮牧师嘛要提醒大家，我拄则讲过，每一礼拜我拢伫台下顶分享上帝的信息，但是其实是真少。听到大家的回应啦，吼，有时阵真正毋知影大家敢有注心咧听，吼，啊，
当然，大家若注心咧听，自然而然会当将上帝话来实践出来。啊，其实我要来大家鼓励吼，即摆有人讲我要做植入性行销啦吼，就是讲吼，你也来参加查经班啦吼，因为查经班的时阵，咱会当有一个互动回应吼。查经班毋是礼拜，所以当你听毋捌的时阵，你当马上举手发问吼，牧师嘛会当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特别是吼，咱即期要查以弗所书这本册吼。这是介重要的哈，因为伊是咧讲上帝为虾米要伫地面上设立教会？吼，上帝设立教会目的是安怎？咱有人参加教会吼，已经30-40当真久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若无真实知影上帝为虾米要设立教会，咱就袂当尽咱的气力参与伫教会中间来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我鼓励大家。我已经顶礼拜有写一篇文章，即礼拜我阁写一篇文章，希望大家真认真来读上帝话。啊，咱伫这查经班的过程中间，会当互动回应，互咱大家更较理解上帝话，更较理解上帝伫双年教会的计划。我相信安尼会当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尽咱的气力，扮演咱的角色，互上帝得到荣耀，互咱本身领受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互阮学习听的功课。阮求主，你互阮清起阮的耳孔，互阮真实成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啊，透过阮生命的见证，来帮助更较侪人，来明白你的心意。阮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